多谢嘉莹，唔知你乡亲有感受到最近买羊肉敢若有较贵，国产的羊肉价小起价，本土羊肉每台斤行情到800到1000块，进前700块时，即马又搁起价啊！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市场行情，饲料一直起价，所以上去年底已经起过一摆啊。不过呢，物件一直起，和这个饲料的成本嘛有关，羊肉只好搁起价。即马国产的这个饲的石斑，加这个泰国蟹，一般差不多一台斤500块以内。即马看起来是羊肉真正比海产较贵。用美味炒香港的炒羊肉香上头，佮点一碗羊肉汤，好滋味是互人看甲嘴烂插插天。不过真正看羊肉汤的肉片，敢若淡薄仔少。啊，那快餐羊肉是强要看袂到，肉伫咧倒位。自从疫情之后，价格就一直飙涨，因为原物料整个都飙涨。羊肉相关食品的单，嘛拢是海产，因为羊肉价少直直起，尤其本土羊肉是贵33，本正数量就少，市占率超6%。各个进口的冷冻羊肉占大多数，即马本土羊肉大概经爱800到1000块左右，比以前进前的介绍起超4成，介绍比海产、龙虎斑含泰国蟹中国贵一倍。那店头家强要无法，真侪小型饲羊肉的牧场嘛挡袂掉发。前面差不多3年都是整个饲料价格涨得太高，有一些比较小的经营比较不好的，或者比较小的厂，他们就收场。收场的话，变成那个养殖也减少，产量也减少，所以那个价格就会高。疫情佮加上饲料原料大部分来自乌克兰，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争开始前，价格就直直加悬，服业者是受到大影响。民众短时间内想要食到羊肉料理，都要加开钱咯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